它是靠这个小船在出入。可是你没有水的时候，他们真的要用走的，真的要用走的。或许明天会下一个大雨，可是这几次下的雨真的没有下在我们集水区，真的没有下在石门水库集水区。那么现在回嘉木岛了吧？其实石门水库大我1岁，它是民国3年竣工，我是54年出生的。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对石门水库，它大概是10年一大旱，包括82年、92年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这几年真的它是每年一旱，去年到现在石门水库没有满水位，真的没有满水位。那之前我们到嘉木岛的时候，水位再怎么低，因为没有淤泥，我们可以走路过去。因为下面有一座桥叫五福桥，现在水位再怎么低也看不到，因为都是淤泥囤积了。而我们在讲是不是这一次，我们的水利署有花了36.6亿看这个隧道，我今天有听说，大概还有130几米应该就通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疏解我们的淤泥？水位低的时候，做一个方便的移动的那个浮动码头就对了。我懂你了。你说从我们出入，等于说完全就是正常的，我们都是靠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水位一直下去，到时候你看现在的船也都往下。都不见了，都剩下这些小舢板。那问题是两边都是淤泥，我们要出入有没有？这边我们靠浮筒去借来的浮筒也好，或是居民自己去搭的一些，等于说用木板啊什么，就是慢慢的去把它一寸一寸、一尺一尺这样有没有把它延伸出去？但是这个不是解决得到，那边我们只能讲啊，能凿多少，锄头能凿多少。一尺一尺的有没有？我们才有办法出入。那如果说实在到时候水位更低的时候，我们只有爬山。但是这边等于说还有4、5位都80几岁的居民，如果他们生病了，我们怎么？他们不是不出去，不是不出去，问题是出去，老实讲，他们住不惯啦，出入相当的不方便啦。最主要就是说。这边碰到的，如果说他们生病怎么办？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政府真的能够帮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等于说一个方便回家的路啦。我们不敢说要他去做桥、造桥什么，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出入的时候，你供应给我们等于说一些比如浮筒啦或是什么。